某日，麥兜諗住揸車出門口，開咗導航，準備去一間新開嘅咖啡店。佢輸入咗地址，導航就開始講個路線啦。請直行100米，然後左轉。麥兜話 OK 啊，冇問題啊。跟住個指示行，然後佢就講啦：請沿着乜乜最鍾意行嘅路線前進。麥兜就講吓，佢愕咗幾秒，然後繼續開車。導航再一次提示：前方300米即將到達你哋以前最鍾意去嘅咖啡。麥兜就講啦：喂，我明明輸入咗新嘅咖啡地址，點解你帶我去呢間啊？導航就回應啦：因為你嘅心從來都冇換過目的地。麥兜就好唔滿意咁講啦：你都唔知咩導航嚟嘅，講埋啲咁嘅嘢嘅。